现代台语版圣经雅各书第5章。我的小妹，我的新娘啊，我有入去我的园内，挽我的物料甲香料，食蜜房甲蜜，啉我的酒甲啉。我得困，毋过心还精神。听咧，我亲爱的在拍门讲。我已经脱衫，着搁穿袄；我已经洗骹，着搁拍垃圾袄。我亲爱的对门旁伸手入来，我的心为着伊激动。我起来，要甲我亲爱的开门。物了对我的双手递落去，对砖头仔递落去门串。我甲我亲爱的开门，毋过我所爱的已经活转身去啊！伊拄则讲的话，互我心不附体。我找伊找无，我叫伊，伊无应。城内巡逻的人拄着我，拍我，伤我。顾城墙的人将我满身躯的棍抢去。耶路撒冷的查某囡仔，我拜托恁，你若拄着我亲爱的，就甲伊讲，我因为爱情治病。你这个查某囡仔中上水的啊，你亲爱的比别人亲爱的有啥物较好？你亲爱的比别人亲爱的有啥物较好？值得阮答应你的要求。我亲爱的英俊佮勇壮，是万人中的第一。伊的头壳若纯金，伊的头毛暗佮球，乌亲像乌鸦。伊的目睭亲像歇伫溪边的粉鸟，用恁洗过，亲像宝石安置好势。伊的喙皮亲像花园唱出香味，伊的喙唇亲像百合花滴落真香的物药。伊的双手亲像金的管，像青玉；伊的身躯亲像光骨的象牙，像蓝宝石。伊的双骹亲像大理石的条，安置伫纯金的座。伊的体格香味亲像黎巴嫩，水亲像碧香树。伊的喙真甜，人人意爱。耶路撒冷的查某囡仔，伊就是我亲爱的，是我的爱人。